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哈会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我们来到 Q 冲，就是球场了，不是要来看球的，而是要来集结一群热血女孩，她们就是球团的啦啦队喽。一起来看看她们平常的工作状况喽。Q 冲党热歌劲舞，他们是中职啦啦队的队员，跳舞跳得很卖力。就为了赌 Q 冲党绕显球、很球尬 U， 而动作很简单，球迷也能够跟着舞动，他们让球场上的摇滚区更摇滚。今天邀请到慧慧还有曲艺一起来跟大家学这个客家单字，跳舞的客家话就是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讲得很好哦，而且他们待会还要秀武艺哦，大家拭目以待喽。音乐一下，动作整齐划一，他们是 Q 冲党不可或缺的幕后力量。我们啊，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舞蹈练习的上面，然后包括学新舞，就可能1个礼拜我们就要学2到3首的新舞，这是记忆力大考验。球迷跟我们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会在下雨天的时候依然不离不弃，就是球场上多么奋力，他们就叫得多卖力。要让球迷有新鲜感，他们还得要常常换舞曲，长时间练跳舞，几乎都有职业病。常常都要穿比较高一点的鞋子在跳舞，然后所以其实跳久了，就是鞋子穿久就容易拇指外翻。热爱รา Q， 热爱跳舞，是这群女孩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她们努力带球队走向赢球之路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跟着敏华又一起认识了不同领域的朋友喽。重点是借此我们也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第二个呢就是球场 ，Q 冲 ，Q 冲。第三个，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在球场上帮选手加油。赌 Q 冲党，绕显熟，挺熟加油。赌 Q 冲党，绕显熟，挺熟加油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今天句子比较长一点点，多花点时间练习喽。下次见，拜拜。